大家好，我係特約主持人阿妙。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星期三公布最新嘅財政預算案，所以聚焦一周呢一個星期都特別提早同大家見面，一齊睇下政府最新嘅財政狀況，同埋喺今年派咗啲乜嘢嘅糖，回饋翻過去幾年同政府一齊捱過赤字嘅香港人。今年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喺呢一屆任期之內第4份嘅財政預算案。喺過去一年，香港新股 IPO 集資嘅總額重奪世界第一，同埋經濟增長連續第3年上升嘅帶動之下，政府盤數終於冇再繼續見紅，做到轉虧為盈，由原先估計有670億嘅赤字，變成而家有29億嘅盈餘，結束咗喺2019-20年度以嚟財政狀況連續6年赤字嘅局面。上年嘅預算案政府派糖嘅安排就大幅縮水，今年盤數好返。陳茂波亦都喺預算案讀開場白嗰陣就特別提到，因為提早做到收支平衡，又預計政府未來5年都會有盈餘，所以今年可以適度增加返對市民同埋中小企嘅支援。陳茂波喺預算案嘅關愛惠民部分就公布咗新嘅寬減同埋補貼嘅安排，同上年比的確係填返少少。例如喺差餉寬減方面今年雖然寬免嘅上限都仲係500蚊，但就由上年只係可以減免1季，變成今年可以減免2季。陳茂波話呢一個安排就令到政府要少收35億，而打工仔今年亦都多返少少嘅退稅同埋免稅額，包括薪俸稅同埋個人入息課稅。今個年度嘅退稅上限就有3000蚊，比上年度最多只係可以退到1500蚊，多咗1倍，去返前年嘅水平。政府預計新嘅退稅安排有212萬納稅人受惠，而做緊生意嘅話利得稅都可以有3000蚊嘅退稅上限。全部嘅退稅安排政府合共會少收58億。各項嘅免稅額今年亦都多返少少，除咗已婚人士嘅免稅額有得加之外，已經10年冇喐過嘅基本免稅額同埋單親免稅額今年都有得加。有子女或者要供養60歲以上嘅父母或者祖父母人士嘅免稅額同樣都係有相應增加。綜援、生果金、長生津、傷殘津貼同埋在職家庭津貼等等嘅援助今年都有得出雙糧。長者社區同院舍照顧服務券數量亦都有增加，同上年比呢啲新增嘅援助政府嘅開支就多咗65億。退稅3000蚊同埋額外發放1個月綜援等等嘅新安排總共令到今年政府少收咗78億。陳茂波就形容今年呢一粒糖比上年係多咗1.8倍，但呢一粒78億嘅糖對於市民嘅生活係咪真係起到改善嘅作用呢？返緊通宵工嘅單親媽媽李小姐就話政府呢一粒糖佢只係間接食到少少，仲住緊喺劏房嘅佢要照顧囡囡同埋屋企幾位嘅老人家。佢就話今年政府派嘅糖對佢起到嘅作用唔係好大。咁長者嗰度有多1個月啦，咁對佢哋嚟講係開心嘅，咁但係唔係我㗎嘛，咁始終我一個人做嘢呢，俾到嘅家用都有限，主要係食嘢啦，因為物價真係上漲得比較誇張嘅都，咁佢哋下午茶都唔敢去食㗎啦，都老人家有陣時嗰度痛啊，咁樣要睇下診所啊，睇跌打啊，咁靠自己節衣縮食㗎咋，咁長者嗰度有多1個月啦，咁對佢哋嚟講係開心嘅，咁起碼可以食好啲先啦，買個蘋果，嗌飛蘋果都29蚊3個。免稅額本身都幫唔嚟唔得啊，比較低收入嘅，都係劏房，都係租嘅係咯。老人家加小朋友個住屋都比較麻煩嘅，都係慳嘅啦。咁小朋友同埋照顧者方面呢，都希望真係着墨啲啦。唔單止基層對於呢粒糖冇好大嘅感覺，本身係專業人士嘅楊先生都同我哋講，今年呢一粒糖相對以前派錢同埋消費券嗰陣明顯就縮咗好多水。政府不斷話上年嘅財政狀況同埋收入係有好轉，但只係回饋翻咁少俾市民根本就幫唔到手，減輕市民嘅生活重擔。一年要交幾萬蚊稅嘅打工仔陳小姐亦都同我哋講
政府今年啦派呢一粒糖啦冇乜甜味，亦都啦唔會因為政府有退稅安排而會留港消費多啲。即係對於我呢啲就係即係唔使養仔女，亦都唔係做生意，咁唯一直接受惠嘅係真係嗰啲減稅啊、免稅額啊，其實係冇感覺嘅。3000蚊對你嘅生活唔會有咩影響，亦都唔會話突然之間刺激咗你會覺得哦，我去使錢係唔會噶啦。我當我俾到最高稅率啊，薪俸稅可能減少4000幾蚊。你問下陳茂波4000幾蚊咁，對於佢嚟講佢冇感覺，佢都冇有感覺啦。基本上同我同年紀嘅朋友都係覺得加埋嗰啲免稅額好過冇啦，因為冇會絕對會嬲。咁而家只係一個唔嬲哦，noted 咁樣。陳小姐都話啦，今年咧特別咧有留意預算案，唔係咧淨係關心咧自己可以攞到幾多錢，更加擔心啦政府又要發幾多債、借幾多錢，對於香港未來咧帶嚟啲乜嘢嘅影響。陳小姐之所以咁擔心啦，係因為陳茂波喺新一份嘅預算案啦，唔單止有向市民派糖，亦都公布咗啦，政府喺財政啦轉虧為盈之下啦，都仲要繼續發債借錢，而且係連續3年增加發債上限，由上年嘅7000億啦提升至到今年嘅9000億元。政府咧亦都破格分開2年喺用嚟穩定港元匯率嘅外匯基金，合共回撥1500億。作為咧基建工程嘅儲備基金，支持北都啦同埋其他基建。呢一個回撥嘅做法啦，係自1984年之後42年以嚟咧再次運用。陳茂波就解釋呢一個回撥嘅動作同埋繼續發債啦，攞到嘅錢都係用嚟加快推動北都建設同埋其他啦民生相關嘅工程。政府啦將啲錢咧擺喺北都做基建啦，都係一種投資。但點解政府啦已經轉虧為盈，都仲要發債同埋喺外匯基金嗰度攞錢啦？我就同大新銀行首席經濟及策略師溫家偉傾過，佢就話啦，今年盤數啦之所以可以轉虧為盈，有29億嘅盈餘啦，係因為政府將之前發咗嘅1550億債當埋收入，同埋冇計到啦要還嘅517億債券償還款項。唔睇呢兩條數嘅話啦，實際嘅赤字其實都有成1004億。溫家偉話：雖然香港政府咧嘅負債水平啦仍然係屬於偏低，但政府要繼續發債嘅話啦，都應該講清楚長遠點樣還錢，有啲乜嘢嘅還錢計劃。我哋一齊聽下佢點樣講啊！比較大問題都係喺個非經常個赤字嗰方面啦，唔能夠話發咗債咁就個大數係有盈餘嘅。即係如果唔係計埋嚟緊嗰2年從個外匯基金個投資收入調嗰750億嘅話咧，其實未來呢3年咧嗰個非經營赤字咧，其實係講緊有成1500億咁嘅水平，都係非常之高啦。計埋嗰750億嚟緊2年都係個非經營赤字900幾億，咁所以即係撇除咗嗰個嚟自發債嘅收入嘅話咧，嗰個綜合赤字其實都仲係相當之高，1000幾億嘅水平。即係我哋用赤字率去講啦，個財赤除以個名義嘅本地生產總值咧，咁其實係3-4%，相當之高。咁呢個即係始終你發債將來都要還噶嘛。金融市場即係上年同今年年初個表現就明顯係 OK 啦嚇，咁但係香港嗰個印花稅收我哋都唔能夠話好肯定可以每年都 keep 到咁樣嘅水平啦。即係嚟緊幾年，即係由27-28年開始，每年就還債已經係要用即係1000億以上去還。咁長遠呢啲個利息開支啊，或者即係到期要償還啲債券嘅嗰個金額，呢啲其實都會係一種嘅財政壓力啦。雖然個儲備就叫做好似未來幾年慢慢會上翻7000億啦，咁但係嗰個債券個始終個 outstanding 嗰個數會增加，同埋嗰個即係利息方面其實都要加以注意啦。政府始終都要去考慮到底長遠我哋土地收入對我哋嘅幫助少咗嘅時候，我哋喺個長線財政可持續性方面要點樣解決咧？你發債發多咗，即係持續落去嘅話，會對香港嗰個信貸風險或者違約風險嘅影響會有幾大咧？政府都係要再有啲比較好嘅長線啲嘅方案俾我哋睇到咯。陳茂波啦喺公布預算案之後嘅記者會啦，都多次被追問究竟北都項目嘅發展啦，政府要投資幾多，同埋幾時先至有回報等等嘅問題。陳茂波啦就淨係話
基建咧用錢規模唔少，中期預測每一年嘅公務工程開支咧大約都要成1200至到1300億元。但呢一筆投資咧幾時先至有回報？佢就話啦，財務回報只係其中一個考慮。項目創造咗幾多嘅就業啦，帶動咗啲乜嘢產業發展，同埋企業有幾多嘅投資等等啦，都係要考慮嘅因素。又話北都發展啦係香港未來一個新嘅經濟引擎，可以咧推動到香港喺創科方面咧就同深圳以至大灣區城市合作。資深財經評論人顏寶剛就話啦，政府到而家都冇好清楚交代成個北都發展嘅投資同埋回報呢一條數係點樣計，係將咧香港嘅未來咧做豪賭，影響啦可以好大。我哋一齊聽下佢嘅分析啊。最不安都係北都區嗰個投資嗰個規模，政府而家將個香港嘅未來就同內地對接，而家一個數字都俾唔到。香港人最識就係計數，但係我哋根本連數字都睇唔到嘅時候，我哋點樣去知道呢個北都區嘅回報係咪真係講得咁好呢？1500億係由外匯基金拎出嚟擺喺北都區。我擔心係呢個動作咧，如果未來變成常態咧，其實外匯基金唔係每年都賺錢㗎。如果大家翻查翻，我哋喺2022年，其實講緊幾年前，外匯基金當年個虧損超過2000億嘅，遠遠超過而家你話攞1500億呢個數字出嚟。當如果經濟面對住另一次金融危機嘅時候，我哋嗰個外匯基金係咪有能力承受到呢個咁嘅拎出嚟被轉撥咗去北都區？而呢個對香港港元係匯率係咪未來反而係一個即係幾不明朗負面嘅因素呢？其實如果大家記得幾年前前財爺曾俊華咧係曾經將香港多出嚟嘅財政儲備擺咗一個未來基金嗰度，咁但係好快我哋見到呢一任嘅政府已經將未來基金咧轉化為投資喺北部都會區，變成咗呢個香港投資公司。咁變咗即係呢啲儲備本來係用嚟積谷防饑，我哋過去咁多年豐厚嘅財政盈餘高達係超過12000億，咁但係而家我哋已經冇咗一半啦。咁未來如果你繼續係咁樣一個冇基本上計唔到數嘅一個投資咧，其實呢個係會幾影響未來即係香港人個信心。而且更加重要係我哋見到北都區喺私人發展方面咧，大家啲發展商即係真正願意投入嘅財團就唔係太多。咁會唔會最終其實要政府孭晒成條數，將自己嘅儲備咁樣係豪賭啦？其實呢個反而係會即係幾令人擔心嘅狀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政府需要交代。除咗北都之外啦，喺新一份嘅預算案都有唔少新開支係同國家任務有關嘅，例如動用1億推動政府部門用 AI， 再推100億嘅創科產業引導基金，要壯大低空經濟、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等等啦7大產業嘅研發。經濟學者李兆波就話啦，香港要做啦同國家對接嘅投資啦，都係不計成本嘅長期投資，係咪真係有回報啦？仲要等政府進一步嘅交代。我哋一齊聽下佢點樣講啊！始終我哋喺國家嗰個大框架裏邊，佢要支持好多北都啊、對接國家或者咁樣嘅發展啊嗰啲咁樣咯。佢唔做又唔得，所以其實都幾困難。北都嗰度嘅發展咧，佢擺多啲錢落去咧，時間係好長嘅，收成係唔知嘅。你如果睇翻話科技有關嗰啲咧，美國人嚟做咗幾廿年，有一大堆人，嗰堆人就係朱克伯格啊、黃仁勳啊、標基薩嗰堆人嚇，咁先至有今日嘅成就。我哋睇唔睇到有呢啲咁嘅人咧？但係我哋借錢嚟，咁你始終你都係用你個經營帳目嗰度嚟到還噶嘛，即係你一定要做生意，你要有錢剩，有錢剩你先還到噶嘛。跟住我哋又俾利息，即係你依家擺一啲中長期嘅使多啲錢，但係個回報就唔知嘅。但係我哋中長期嘅收入嗰度就好似係好多問號，靠呢度撥啊嗰度撥啊咁樣借錢，咁你成世借錢咩唔可以噶嘛？所以就依家係有少少等運到，我覺得。以往咧香港做大型基建啦，唔使發咁多債，主要都係靠賣地，政府有穩健嘅收入來源。但過去幾年啦，香港賣地嘅收入大減，政府嚟緊1年啦就只係計劃推9幅嘅住宅用地，繼續唔會推商業用地，冇咗呢一個穩健啦同埋穩賺嘅收入來源，又要面對啦好難啦準確估計嘅基建開支。前會計界立法會議員梁繼昌就認為啦，
陳茂波應該要落多啲功夫去做開源節流，先至可以幫政府咧應付到而家嘅財政困局。我哋一齊聽下佢點樣講啊！經常開支係大嘅，其實好多可以開源節流嘅地方佢係冇做嘅。香港公務員嗰個對個人口比例個 headcount 咧比新加坡係高嘅。比如話削減1萬個常額公務員嘅職位，應該啊？喂，區議會而家功能有限喎，因為區議員亦都唔係全職㗎啦，又有關愛隊啦。咁區議員淨係俾些少居馬費佢，或者削減區議員嘅數目，咁又再慳翻啲咧。咁削減翻啲經常開支，我覺得係應該嘅。即係譬如教育嗰度，你未來可能外來嘅學生係咪可以仲有啲空間可以調高些少，即係個學費咧？咁呢個可以係有個空間。如果上調嘅時候，你不妨諗一諗呢樣嘢啦。啲爛帳走政府數嗰啲人唔該你追翻晒佢，無論你喺比如公共醫療系統走數或者租金走數，乜都好啊，你罰款就收到足。但係啲人咧幾萬、幾廿萬甚至幾百萬一走數咧，你就唔追咧，我係覺得真係有點而奇怪啊！我希望政府真係佢即係開源節流咧，就唔該收翻啲爛帳翻嚟。如果陳茂波去 review 一個政府嗰個係咪行公量值，我諗佢起碼一年可以翻幾十億，每年都做一個咁嘅 exercise 嘅時候，即係啲市民覺得啊，你真係做到嘢喎，增加收入或者慳錢，啲市民會爽啲咯，即係交稅俾你都嚇。梁繼昌嘅建議啦，政府聽唔聽到啦就仲未知道，但陳茂波就強調啦，政府會繼續開源節流。亦都會將啦成交價1億以上嘅住宅物業從價印花稅啦，由而家嘅4.25%上調到啦6.5%，相信每年啦可以為政府額外帶嚟10億嘅收入，去幫補翻啦龐大嘅投資開支。呢個星期提早同大家見面嘅聚焦預算案啦，就講到呢一度。嚟緊幾日，陳茂波同埋唔同嘅局長啦，都會繼續交代同財政預算案有關嘅問題。雜誌社會繼續跟進，而聚焦一周啦，下星期就會照舊喺星期六同大家一齊回顧重要嘅人和事。記得訂閱同埋支持雜誌社。拜拜。